魏夫人和华兒說情。寡人明白了，原来这华如桃里的小女子，也是为了寡人身后之事而来的。把它搅匀，你这也是从底下翻上来，要均匀。来，给我舀一碗，我尝尝。姐姐，大王，你来了。寡人有口福了，老远就闻着桂花稠酒的香味儿了。大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呀刚刚酿了几坛子酒，待会儿你带回去。什么时候把你这门手艺传授给宫中的奴婢们，省得我老远的老是往你这里跑。你別糊弄我了，大王到我這宮裡來，不是只為了這桂花稠酒吧？什麼也瞞不過姐姐。你們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的公子們終於要分封了。關於分封，我已經讓初離子去謀劃了。公子們都長成了，有些個還軍功在身，總不分封出去，也說不過去。不過朝堂內外的諸人都把這分封看成是立儲先兆。是不是先兆，還不是全憑大王您的心意。雖說儲君該與分封無緣，但是諸國的公子中，先分封後立儲的，並非沒有先例，只是多些個周折罷了。姐姐說的是啊。來，大王，你快嘗嘗我親自釀的這桂花稠酒。來，好。來，很香啊。年輕漂亮，這首飾都是多餘的。父王說，公武年輕時走上大梁街頭，萬人矚目。哪有那麼誇張呀？人這一輩子，誰沒有過如花似玉的光景？只可惜，歲月不饒人哦。哦，對了，昨日永相令向各宮派東西。特地讓彩萍多拿了10幾匹色澤亮麗的錦緞回來，說是大王賞的。那日儀兒當面向大王訴苦，或許大王心有所感。那些錦緞就是為了體恤姑母的。這漂亮臉蛋子說話就是管用。若是大王能替華兒着想，讓華兒留在咸陽，儀兒該說的，那日都說了。見面3分情，姑母還得想想辦法，讓你和大王再多幾次不期而遇。初離子已將分封的安排遞到大王那兒好一陣子了，大王那兒卻一直沒有音信。會不會是西邊那個人在大王處作梗？西邊哪個人？婢子胡說，王後恕罪。以後別再說東邊西邊的了，能夠河水不犯井水就好了。起來吧。謝王後。他說自己的孩兒不貪圖王位，願意分封到巴蜀去。此話虛實難辨，暫且當真吧。可魏夫人那兒又來了個美人。被人說的跟天仙一樣，真是前有虎後有狼。過幾日就立冬了，讓當兒把新學的拳法好好練一練。立冬之日，我把大王請來，讓當兒打給大王看。是。大王，外面太冷了，烤烤火吧。是。看这天，要下雪了。
下雪好，瑞雪兆丰年。有什么话说吧，别欲言又止。臣弟已将朱公子封地的安排交给大王多日，不知是否妥当，还请大王示下。是啊，此事也该要做了，不然谣言会淹死人。寡人看过了，只是奇怪，为何只有名册和分封之疆域，却没有拟定誰分封在哪裡？此乃君王之权，臣弟不敢擅专。臣只是依朱公子的人数，列出秦国还未分封的地塊，请大王自专。寡人知道你的为难之處，就不勉强你了。这众口难調，就連寡人自己一時也難以決斷。只怕這段時日，到你府上門遊說的人不少吧？臣不敢。雖然有些爭議，但終究是口舌之爭，爭多爭少而已。是太平之爭，倒是好事。不錯不錯，太平之爭，確是件好事。你們都下去吧。是。來這邊。這塊地處於趙魏之間，面積廣大，是塊好地，可以給是。這塊地給公子封，這裡給公子運。巴蜀乃新征服之地，雖然地域廣大，但卻是崇山峻嶺，險惡難治。楚離子，依你之見，該派何人前去？臣以為派公子季去為好。巴蜀險惡難治，寡人以為你會建議年長公子前去。巴蜀情況複雜，